大行嘅貴賓，大家新年好啊！我係桂林嘅阿小豬，我係桂林導遊圖圖，我係桂林導遊萍姐。大家好，我係桂林導遊中環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大行假期華東導遊張曉玲，我係大行華東導遊 Tracy， 我係貴州導遊小唐。大家好，我係貴州導遊強仔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大行假期貴州嘅導遊咪咪。我係張家界導遊阿婷，我係張家界導遊蘇蘇，我係張家界導遊 K 榮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張家界導遊曉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張家界導遊 Joanna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張家界導遊 Mia。我係四川導遊阿忠。我係四川導遊小滿。我係四川導遊我係四川導遊我係四川嘅導遊袁國志。我是四川導遊柯馬。我是四川牛背山攝影師鮑斌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大行假期嘅東北導遊柴曉文啊。我是大行假期東北的導遊，我是美琪。大行假期的家人們，新年好呀！我是新疆的安導。大家好，我是新疆導遊王清陽。大家好，我是新疆的導遊蔡星辰。我是導遊星河。我是新疆這邊的地接小張。I'm Jerry。I am Nisa。新嘅一年，歡迎大家嚟到我哋東北呢邊嘆世界。文文而家嚟到嘅地方咧，就係我哋杭州西湖啦。呢度咧係四川嘅三星堆博物館。歡迎大家嚟張家界。貴山貴水迎貴客，咪咪與你喺貴州不見不散咯。我而家喺長江旁邊咧，同大家帶嚟新年嘅祝福。此時此刻，我正位於中國雪鄉，很期待在這裡和您相見哦。我現在所處在的位置是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烏魯木齊市國際大巴扎。2026年，讓我們在新疆見面，祝你馬上吉祥。在2026年，希望大家能夠來到我們賽里木湖。祝大家馬年金馬托寶入屋來，龍馬精神，身體健康，馬年行大運，一馬平川，平安順利，玩得開心，食得滋味，旅途美滿。新嘅一年，文文喺呢度祝大家身體健康，心想事成，馬上飛起。祝大家新年快樂，恭喜發財啊！新年快樂，恭喜發財！祝大家馬年大吉，群情似錦。In the year of horse, I wish you courage, strength and success. 2026年，恭祝大家身體健康，恭喜發財。在此新年佳節之際，祝願各位貴賓馬年大吉，萬事順意，身體健康，闔家幸福。大行假期，祝大家新年快樂，身體健康，馬上有福，馬上有錢。大行假期，各位貴賓。